寶石 VS 水晶，原來係咁樣分嘅喎。嗱，唔好再叫錯名咯。好多人係以為水晶就係一種透明嘅寶石，但係寶石學上咧兩者有明確嘅分別嘅。第一下定義係唔一樣㗎。寶石普遍咧所指係可以切割啦、打磨啦，用嚟做首飾嘅礦物，例如咧鑽石啦、紅寶石啦、翡翠啦。水晶係指石英家族中透明嘅品種，學名叫二氧化硅。第二價值係唔一樣。傳統寶石咧，好似鑽石啊、紅寶啊、藍寶啊、綠祖母，因為稀有同硬度高，價格咧通常咧幾千去到幾百萬一卡都有嘅喎。水晶產量咧比較大普遍價格咧就親民幾十蚊、幾百蚊都有交易嘅。第三結構亦都唔一樣嘅，寶石有各自嘅晶體系統，水晶就係屬於咧三方晶系，經常形成咧六角嘅柱狀。教你簡單記法啦，鑽石、紅寶、藍寶之類係寶石，而白水晶啦、紫水晶啦、粉晶、煙晶，我哋叫做水晶。最關鍵分別咧，寶石講究咧稀缺性，水晶講究咧能量同埋呢個美觀感。所以下次咧你買首飾咧就唔好再問呢粒水晶幾多卡喎。水晶通常咧用重量計算，但唔會用卡去定義呢個價值嘅。水晶睇我邊日上唔會睇到烏索索。